世界万行台，拢伫台湾新眼界，欢迎收看今日节目，我是赵国民阿土啊。观众朋友，南行公路因为木栅溪风灾升长，风景上水的一段风12冬，到这个月初1才全线通车。一个通车，大家趁赶紧要去游览。迄天煞袂输变做南行驻车场，观众朋友准定有看到。南行公路甲咱台湾第一条横贯公路中行以及北行，是咱台湾3条主要通东平甲西平的公路，沿路自然景观、生态风景真丰富。总是中行因为20外冬前921大地震，南行因为木栅溪风台坐路段封闭真久，虽望本正的经济效益即马较低啊，总是道路无通，对咱居民真无方便。今仔日，咱就做阵来关心南行甲中行的美丽甲哀愁。小介现场来宾邀请前公路总局退休总工程师周임德先生，邀请梨山宾馆副总经理林敏正先生。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嘛，搁线顶也有来宾要甲咱连线，总是咱即马先来讲吼，咱今仔日要讲南行甲中行的代志哦。咱知影南行因为木栅溪风台吼，有13冬的时间无法度全线来通车，尤其是天池到向阳这段吼，因为不时来崩坎吼。这冬来无法度通车，到今年5月初1吼，乌口到向阳这段来通车后，正式全线来通车。不过即马拄啊通车，就受到望景号的这个考验吼。5月14到16号，梅山口到向阳吼，搁移风线来封路。观众朋友，这礼拜的周末吼，大家唔通去哦。后来咱要来讲中行吼，中行同款是因为921大地震了后吼，来登去国关到德基往梨山这条吼，因为同款不时会崩坎吼，到达游园无法度全线来通车。咱今日要来讲这2条路的故事，但先咱先来看南行通车的报道。那这个天顶配着青色的山景，绝美的景致伫2722公尺埡口，这款的美景已经封13年啊。经过公路单位维修人员多年的努力，将搁再呈现在民众的眼前。全长203公里的南环公路，13年前因为莫拉克风灾受到真大的破坏，经过抢修了后，今年有条件开放梅山到天池的路段通车。也毋过，这个天池到向阳段是因为地基流失，也会继续来修路。最后这20公里维修人员阁行过200工，才将有到位。由主管机关宣布5月初1南海公路全线来通车。溯溪基本上它就是人，可是我们在施作的时候，除了人之外，还有机具。那像我们在打摇头的机具，一个都要接近20公斤，你要怎么把它运送？有时候还是必须靠人。山表外行修路就外困难，工人在修路的日子，每工拢要排至少5公斤的装备，8悬8下，敢若蜘蛛人共款。有时若拄着风真透，连人嫌加气，互风吹甲一直洗。到场管理行政院长苏贞昌讲，辟建公路过程陆续有116名的工作人员牺牲。要修南环公路时，顺一个段场，后续接替真侪崩空干工的工程师，查某孙也来到公路总局3工处服务，一家3代拢为着公路努力，互人感觉真感动甲佩服。它不只是一条道路，它是一条我们原住民族人回家出外的道路，它是一条产业的道路，它是一条交通的道路。考虑公路也受天气遮阴燥风险，南环公路初步开放5吨以下客车、甲9人座汽车、甲重机会使入去。通行时间早时7点到下晡2点，3点开始看利用路人，5点爱全线来健康。每礼拜2、拜4封闭来拥护，也为着人员的安全进行车流量的管控。若受状况，应通报行控中心。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咱现场邀请到周总工程师吼，咱知影你少年的时阵，捌伫南行做代志吼，你看到这个南行因为风灾来断绝了后，经过13冬，搁一摆来通车，工程师你有啥物款的感想？我迄当时是伫南环啊，伫个甲仙，阮迄阵是生大工程处哦，要为这个台南的玉井做到这个
阿靠。是啊，这个工人厝呢，阮是这个工人厝，迄当时拢是少年啊，因为这个做这个山林的工课吼，爱爬山吼，啊，搁遮工课真困难哦，啊，所以真歹请到工程师哦，啊，所以阮搁请一个第5区工人厝，也是3区的工人厝的人吼，请伊过来吼来帮忙。迄当时就是讲，有一个团长吼来遮升团长啦，5区来遮淡水乡啊，来遮升团长。啊，升团长去咧山顶呢，因为迄当时的做工程啊，甲即马拢无共款。迄阵的劳安的措施真差哦，所以阮内底哦，团长哦死2个，啊一个去手去断去，一个骹去断去。连阮的处长哦，迄当时护石头啊磕到头壳，有若去高雄的市立病院吼，住院1个月尾。所以你看讲，拢总无几个人，遮的主管拢着啊。阮即摆刚刚讲主管，你讲遮的做工课，遮拢用名啊吼，用名啊死足济，因为迄个时阵也无机械，大家拢用手工吼。啊，也无机械使入去，拢无路嘛。啊，所以即个营名啊，伫遐咧做吼，拢总死100外人。哦。所以即个工课，你若讲伊即摆来看一个迄当时做的工程啊，迄无合格。大家劳安的措施拢无够，大家拢爱进步较会使，啊无若照安尼来做，无人会使去迄山里来做。可是呢，我想讲，迄当时遐困难，做好啊。你即摆来维持个通车吼，佮拄着即个莫拉克台风吼，有啦足困难。我即摆看即个架线工务段即个工程师，即摆咧修复吼，看咧啊，真可怜。是哦，讲做工程真困难，啊因即摆咧修啊较可怜。所以讲啊，虽然讲经过13冬，我感觉这无算长。哦，应该这个路应该袂通啊啦，哦，因为这毋是一般的这个灾害，伊这个放落来土吼，和这个921这叮当一下吼，大家拢送去啊，土拢送去啊，所以拢规个落来，啊规个土石啊，沿着这个水流落来哦，和这个河床哦，抬高20-30公尺，所有的桥，阮迄阵咧做桥，我想讲桥面若离即个水面，若有20-30公尺，足安全啊。无想到讲遮个变做安尼吼，啊，所以迄阵阮做迄桥哦，阮做70几板桥，阮家己设计、家己施工的吼，是，拢差不多拢无伫个呢。即个第三，即个工务段遐着个定设计。这个定做啊，做的期间哦，逐冬拢有这个风灾吼，所以足困难。我看来讲啊，我阁是甲阮的干部团讲，我讲吼，恁吼就是爱想着讲，当初阮咧做的时阵，死遐侪人，恁即马虽然讲困难，一定爱摕即个路吼，互伊保持讲会使通。是，虽然讲这标准无到甲即个省道的标准，阮有省道。管道吼，这拢有分嘛。啊，阮这个是第20线，这是省道的标准。省道标袂使大家省道标准，你嘛是爱用便道方式吼，做到互因通。尤其吼，遮这个原住民遮吼，足侪住伫遮，你若无通哦，大家生活拢无法度啦。总工程师，你讲省道甲便道中间差是啥物？哦。足侪标准，譬如讲，你的路的这个弯道，吼，你的防护措施，吼，你的这个排水措施，拢有分，吼。阮的半径，弯道的有规定讲偌济半径，吼，300公尺、30公尺，吼，你愈频繁是愈好。啊，你甲便道的时阵无法度啊，吼，啊，阁有就是坡度。车路对。阮的坡度吼，阮先道有先道标准，啊，你若讲这无法度达到这个先道标准，你就用便道方式。
较惊者也无紧，哦，较惊也是甲做起来，互在地人拢会使行，上个重要。你慢慢较来改善，因为这条路这一条路做起来尤其是山内底的路，你无可能讲一个做甲顺高速公路安尼做甲安尼好遮舒适，无，你就是爱一档一档，互一个大地安尼甲伊磨一下，若讲要摊风，互伊摊了去，摊到较实会使确定讲，这个桥会使做偌悬的时，会使过这个水流安尼是。所以我是甲因讲我讲即摆工人厝遮个三区工人厝遮个工人师，尤其遮工人师，阮有诶拢相捌，即摆尤其一个是迄阵。一个四个团长一个叫苏正经，这个团长这是足甘心的故事。是啊，因为迄阵四个这个团长，一个苏正经，一个陈武雄，迄阵拢甲我做伙啦，坐我边仔呢。因为因来因先伫阮工人厝，倒偌久甲派去前线去做团长，派去前线去做团长，到尾伊的后生苏正经的后生苏俊明甲阮有来斗阵。阮即个南环公路通车以后，伊佫甲我斗阵去到台北来做光复桥。做咧伊伫台北无习惯，他佫倒转来都讲你也是佫等于驾升共不单啦。因为遐是恁爸爸伫遐咧即个做工课的所在，尤其遐伫遐做咧。即马做一个即个半隧道民隧道就迄个名啦，甲下做进京民隧道。是迄个员工的时佫请伊来敢毋敢？请伊来遮甲地方的即个做伙来开通。因到第3代游园伫咱面。这是第2代。是第2代，伊佫一个查某囝，毋是伊的查某囝，因姐姐查某囝，是妹妹查某囝啦，伫阮3区工人厝内底，阮迄阵阮的公路叫毋是讲即个南环的死团长，阮伫迄个中横阮也有死啊。中横的代志，咱小等下再来讲。观众朋友，咱即马先来看咱来看一个南平公路。历史早期伊是日本时代叫做关山越岭道啦，伊起南平的这个期间是1968年到1972年大部分拢是用传统人工的方式在做拢总牺牲116个工作人员咱本地咱讲南平是为玉井到这个初来这段啦，咱本地是甲这叫做南平，不过咱知影即摆台20线事实上伊的起头是为台南市内底唐德中公园到台东的关山啦。不过因为这个风灾的关系，2009年木栅桥风灾拢总有140公里的道路受到破坏，22个桥梁来损坏，而且这个路基因为这个崩坎的关系，嘛流失真济13冬来渐渐来通车，咱看到天池到向阳这段是今年5月初1才正式来通车。咱先来邀请线顶公路总局驾升公务单陈政伟团长来替咱解说一下南平公路伫这个风灾了后受到破坏的状况。好，南平公路伫13年前莫拉克风灾。造成规个路歹啊足严重诶，就是对驾升一直一路到台东诶向阳这个路线，差不多100-200公尺就有一个路基诶缺口，其中歹甲上严重是这个桥梁，南平公路总共歹去诶桥梁啦，总共整23条诶桥梁啦，歹去诶路段内底上严重有2个路段。一个路段就是金河甲复兴，就是民巴克路桥迄个路段啦，迄个第一个上严重，第二个歹去的上严重的路段是对。
是对梅山口一直到向阳，就是咱即届咱南怀咱丰13年开放的即个梅山口甲向阳重新开放即个路线，即两个路线是内底歹甲上严重的啦。那其实我家己个人认为吼，梅山口甲向阳伊是歹甲严重无毋对，但是伫个钦河甲复兴就是民巴克路桥即个路线，伊阁是内底应该是内底调整性上悬的一个路线啦。为虾米安尼来讲咧？因为钦河甲复兴吼，即个路线伊较早是挖伫个老龙溪边啊吼的一个路线。虽然迄时阵伫比老龙溪，迄时阵咱的道路比老龙溪悬40-50公尺，但是因为莫拉克风灾了，咱即个路线老龙溪的溪床规个中悬，吼中悬30-40公尺、40-50公尺，甲咱较早咱钦河甲复兴即个路线。较早有一个钦河的民粹就规个拢砍掉伊啊，就是因为安尼，所以咱钦河甲复兴后壁对莫拉克风灾后壁，咱拢是行溪床便道咧通行啦。溪床便道只要拄着大雨，咱的溪床便道就断去。所以伫抢修的时阵来讲吼，钦河甲复兴逐年拢爱断差不多要100-200工。因为伊挖老龙溪水下来，伊就路断去。而且咱的复兴顶悬阁有3个部落，咱的原住民拢住伫顶悬，所以伊即个路段非常的歹抢修，因为伊有入伫3条溪内底，老龙溪，布坦布纳斯溪，阁即摆玉水溪，伊即个路段伫即3条溪入伫内底，所以伊的抢修是非常的困难。逐间。只要这边落一个雨，毋是老龙溪水伤大，就是布坦布纳斯溪土石流落来。像咱这个路段是103年开始，咱争取来做民巴克路桥是106年4月份做好了后，咱嘛行4-5冬，咱这个道路行4-5冬，但是咱伫个旧年啊，就110年的0807的时阵，就拄着咱豪雨，咱玉水溪规个土石流，规个冲落来了，甲规个玉水溪口的土石流又上涨了，共要30公尺，造成咱民巴克路桥桥头头啊迄部分，规个迄号土石流规个砍掉伊，所以民巴克路桥的钦河甲复兴即个路线伊的水文地质的无稳定性，老实讲啦，是阁比咱的梅山口甲向阳即个路线阁较复杂啦。但是梅山口甲向阳即个路线，因为因顶悬，这是因为有东边甲西边即两个干务线拢伫遮做维护管理，因为即两线内底嘛是足侪所在足无好抢修的。像咱的梅山民隧道即个路线，伊逐年咧放，是咱伫个后壁即几年109年，咱甲梅山民隧道规个佮重做，佮延长，甲奔波做好了，咱还有法度伫个109年1月13号来通行咱梅山口甲天池重新开放即个路线。其实台中迄边嘛足无好抢修的，像伊对。咱的野口过迄个野口大崩壁啦，迄规片山佮规个路基拢无伊，就是咱即摆下口过遐，佮有过雪峰桥即个路线，伊嘛是非常无好来处理，所以种种原因，嘛来造成讲咱梅山口甲向阳即个路线足歹修复的，尤其即个路线内底有非常侪奔波，歹去的。迄规个奔波的山壁歹去了，咱即个蜘蛛人就爱去哩做一个修复。所以阮甲蜘蛛人讲蜘蛛人伊就等于是一个边坡修复师啊，伊来甲咱做一寡边坡的整理安尼。但是伫个做的过程其实拢足辛苦的，因为这蜘蛛人伊若一爬去哩，有当时半工就无法度落来，有当时要伫顶悬，也要
便所拢做无方便的，所以内底咧施工足困难。第一点是遮，第二点，棉山岛甲向阳遮气候足够落雨，而且我寒人的时阵就介冷，像即马即工是咱即工是5月12号，吼，我即马伫个即个所在是天气，我就爱穿遮遮尔厚的衫，吼，遮天气遮是介已经小可介冷啊，佫开始咧湿雨啊，我有当时下晡就无法度做，即工是拜四，吼，拜四即工阮要到咱的下口遐有一个工程，咱武雄桥即工要控我的桥墩的最后一站，吼，就爱趁即工咱的南亚空气啊，还有法度想办法紧来起来控了，啊无就无法度控了，所以种种原因嘛，吼，所以逐年咱伫即13年来，吼，那其实吼，咱即马气候变化足剧烈，差不多2-3年内底就有一届足大的风台也是大雨，就会佫互咱的工程的进度规个慢落来。哦，这就是为什么咱即13年一直咧做遮个修复的工课的困难的所在。啊嘛有人讲啊，其实安尼是毋是着来放弃即条道路，就莫来修复啊？其实即条道路有伊的存在的一个意义甲价值伫个啦。第一点，即条道路是咱两边，咱原住民较早吼，拢靠咱即条道路两边一寡亲情朋友互相咧行一条道路，因为即条道路是咱的桃园遮的原住民，哦，伊也要过去到海转遮，可能3点钟就到啊。但是你也是行南回即条路，伊若处理搁到迄边，可能爱6-7点钟才会到。所以即条道路是两边山区部落这边的人路的一个重泽。啊，第二点，咱南环即个部落即条路吼，关系着咱东部甲西部即两段规个观光的命脉啦。像即马咱南环通车了，即两边的一寡生意人做生意的商家吼，因就搁开始复苏，即嘛用咧带动着咱地方再生吼，互一寡咱地方一寡少年人用咧转来伊家己的故乡来服务。那第三点，其实即马气候变化足严重的，你嘛无法度讲咱南回迄边啦，就是滨州南回迄边，伊个路啊临时有出状况，封起来啊。咱南环就用咧做伊个替代路线啦。哦，其实安尼是来讲，伊有一寡咱南环伊必须要来做一个修复的理由，是安尼。好，观众朋友，咱看到一条路吼，开遮济功夫才甲起起来，煞断做一段一段，实在是足无彩。经过13冬，咱今仔日搁会当搁来通车，实在是足无容易吼。伫这个中断的期间，南平面顶的观光产业受到济影响。咱即摆邀请天龙饭店的总经理张丰云，伊来讲一个这个路断去的期间受到影响。当然影响介大，啊无人客啊！阮附近的菜啊，肥料要对高雄入来拢种菜人拢无啊，阮遮嘛拢无人客啊。但是迄当阵有一丝啊希望，就是一寡工程的人南横，迄落公务单吼，阮遮公务单的工作人员拢对这个天龙吊桥遮，安尼一直爬去顶头啊去看遐个灾，迄莫拉克河的灾害的迄状况，看要安怎修，会当安怎修无？啊，后来呢，佫有一寡迄个工程，拢一寡国内外工程的人拢有啊，拢来遮住啊，拢对吊桥路行去看工程，我们心里就抱着一个希望啦，想讲，安尼爱坚持。等落啊，等看会当甲修理哦好无安尼啦。迄当阵好佳在有啥物莫拉克重建委员会哦，来遮看啊，来遮一直宣导，阮遮讲路会当入来的，啊，佫有纾困贷款啦。哦，讲1年半毋免利息，政府补助利息，安尼才会当撑过去，啊无真正撑不过去。我就一直想讲，这风景遮水吼。
大家拢习惯什么东进西出，还是西进东出啊？即马遐尼水的景，阮干脆阮就甲想一个办法，一直宣导讲东进东出。东进东出，大家都会安尼想讲，来去向阳，我就报人讲去向阳遐看迄高山的风景啊，西遮的粉斗镇，搁遮阮遮有天然的大冰箱、大冷气。这夏天来到遮吼，拢迄落皮肤袂讲安尼黏黏、热热、黏天黏天，来到山风吹的就介加松、介舒服。搁发现，因为可以慢慢的玩，发现到阮的雾鹿峡谷的水，雾鹿峡谷介特殊的迄温泉对山壁咧流出来。我想讲安尼，互人客来吼，来带人来逛雾鹿峡谷，来迄路边的迄遛狗温泉来煮卵安尼。迄人客看了，来的人客吼，一个3个、5个、10个，我拢甲伊带来煮卵，人就会人报人啊。伫迄个时阵，可能有迄个观光局啊，经济部拢咧重建迄莫拉克灾害区嘛，拢有咧迄个做迄个网络来甲阮帮忙，就这样慢慢的，渐渐，安尼人客他开始回流啦，但是嘛介少啦，但是就有希望，安尼就对啊啦。咱即马来请教副总经理吼，不管是雷山饭店啦，还是讲天龙饭店吼，这拢是伫咱的南行甲中行公路，算讲是深山内底这个路线吼。因为这个路封起来吼，地势生理较歹啦。针对天龙饭店的张姐伊所讲的吼，你有啥物要补充？其实我即马看到南横这条路已经通了，阮台中的人其实足欣羡的，欣羡讲。原来10多年的路其实是通的，阮这边已经20多年啊。所以阮就等嘛讲，那等甲遐久，但是看人通了，阮就希望讲，会不会时间嘛应该轮到台中遮啊？因为毕竟一条路唔那干那生活尔，它当地有经济、有观光，有真济重要的需求。所以我是唔知影讲，台中这条南都是安怎？但你看南部，你多看伊的影片，其实咧路况。阮来看拢差不多足共款的。当然我嘛知影修理路足辛苦的。你讲遐蜘蛛人伫遐爬壁，我嘛看人爬起了足久的时间。我看因遐人食便当，烟碰碰伫食便当，路伫遐修嘛，遐规个石头路车伫遐行嘛，因伫遐食便当，中昼伫遐食便当，可能嘛真唔甘，困中昼伫倒困，伫石头顶头困。伫迄个车下骹呢倒咧无日头的所在困，因为伫迄路拢修理路根本无法度砸日头嘛，所以因的规个过程确实足辛苦的。像讲即摆中横即摆咧行，嘛是共款，嘛是辛苦。但是就是感觉讲，一条路你互伊通，因为人以前用手工做会出来，即摆科技进步啊，应该小可有机会，互伊较好一点嘛。我就是安尼想啦吼，伫当地生活人拢是安尼想嘛。所以你讲，我当然阮雷山宾馆伫甲迄个南门饭店无啥共款，因为阮这边伫个1999年的大地震了，伊就是规个拢无咧做生意。毋是无人本身嘛亏损去啊，所以伊的状况无啥共款。宾馆本身有受到损害，对所以你想拢规个拢停起来啊，是，一直到阮接手了2012年定先开始，是，所以定先开始了，即马状况就感觉讲，路袂通，确实嘛有影响，因为你去山顶足远的嘛，你一般人讲你去花莲登来台中，你行对雷山会过，即马袂过嘛，是，所以即马。阮这敢若讲台中要到雷山，一抓大概3、4点钟嘛，来回就7、8点钟啊。爱提大道路吼，这小等的咱来讨论吼。观众朋友，咱即马先来看吼，伫这个南行公路吼，封路的这个期间受到影响，上主要的景点吼，咱会使讲是对105公里遮的梅山开始吼，到130公里，海拔是2280。公尺的天池这个所在，过来是149公里吼，有一个向阳大浜壁，以及向阳国家森林游乐区吼，过来是伫177公里有一个离岛风情，186.1公里吼有一个无乐的溪谷吼，甲吊地桥。咱即马来请教
线顶吼，甲咱连线一个南行环境生态记录者吼，胡洪春景老师，咱来请教老师，伫这个南行封路的这个期间，遮的生态产生什么款的改变？即马时间有较好，因为人较少，咱知影大自然都有一个喘气的机会。即马状况安怎咧？大家好吼，即马莫拉克以后，规个南环所有的8个景点，全部拢差不多无法度互游客入去吼。除了较外口的天龙吊桥、部落步路、石湖，即以外，力道部落这个所在，因为伊拄开始发办了，一直到2012年，这个力道桥修理好以后，才较无受到影响。无其他入去所有的，包括向阳这个所在，一直到天池，即其他全部等于是拢去访客的意思。所以以前人客足济，以前西部的朋友就讲，伊迄人客吼一日为西部入来，游览车大概有200台。伫东部呢，像力道昌大姐就讲，一日上少还有100台游览车。毋过发生888水灾以后，所有的遮人客拢突然间拢无去，因入来看到这环境拢完全和以前无共款。尤其是像力道桥，伊屯悬甲22公尺，遐尼深，22公尺甚至23、24公尺。规个雾鹿峡谷的山拢屯悬起，以前的峡谷的风光，遐尼水的所在，全部拢无共款去啊。所以迄当阵其实对遮的居民来讲，影响非常非常的大。当然影响上大的是旅宿业者哦，靠这人客来趁钱的遮旅宿业者，伊影响是上大。对遮的居民来讲，伊遮因为做农的影响较细。毋过以前像阮伫力道的学生啊，迄阵888以前，遮学生啊会使去路边卖高丽菜，因为以前游览车定来去，真侪游客来，所以因也度假厝的斗趁一寡钱。毋过888以后，这所有拢无去啊，这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就是讲，一般咱拢注意到人的部分，其实因为我有记录到，像新武路。新武里伊本来有国宝鱼的高深部里面啊，免啊，已经是保育类的也是一样。不过伫888水灾发生咧，所有遮鱼啊全部拢冲海去，所以内底的鱼啊一直到今仔日为止，伊咧避南区。主流的部分要找到这个免啊，就高深固鱼，无简单。不过伫内底，新武流伊较顶悬的所在，即马已经是拢已经复原了差不多啊。只要即马就是讲等规个这水水若有法度为下底落去，出来桥楼甲出来桥底相隔，因就有法度搁出口。来这个下游的所在来生存，所以即马目前看起来，这个雾鹿峡谷因峡谷的景观恢复大概应该有95%以上啊吼。所以即马若种天气莫有啥物特殊的短的气候，可能伫这2年内底有法度恢复伫888进行这个情形。这尤其是东部东段的南环的这个风景区的这个部分，是大概是安尼。那伫这个发生888以后开始修路，因为有管制，所以有另外一个相关的所在就是台湾的乌熊、台湾黑熊，伫咱沿路拢有真济的台湾黑熊、台湾乌熊，伊可发现。甚至伫每一个部落内底，拢有亲看到有翕相，有这种的情形，所以对于台湾乌熊来讲，这个风灾路限制对因的
因为生存颠倒是有帮助。啊，不过对高升故里这边来讲，对因的应用，到目前来讲，还无法度。是，咱多谢洪老师吼。好，观众朋友，咱知影拄则讲到中型共款嘛，受到咱的灾害的影响吼，侪的路段无法度通车。咱即马来看中型这个崩坎的报道。山边的石头规个向中放来，工程人员赶紧走，真危险。哇塞！20下到3点半，中兴公路大八线117公里，工程人员正伫咧清除一寡放来石头，要互车过。不过山壁顶一直有石头落来，到4点外时阵，规个放来，好加在管制人员赶紧甲路封起，工程人员也赶紧离开，无造成伤亡。为维护用路民众安全，已经16时道路封闭，关延至洛少路段。并预定以明日中午12时前视边坡状况以及讲修进度开放通行。这边放来了，搁连续放几落遍，断掉的土石有到3500立方公尺，而且不时也有石头落来，现场搁大雾无看袂清楚，所以决定暗时路封起来。最近因为天气不稳定，山区雨一直落，造成中兴公路不时会犯做山崩的意外，路拢袂通。4月16日开放9栋以下货车会当再会通行，20第1天恢复普通时3班通行，结果在发生严重的崩山意外，公路总局提醒用路人，若是无必要，莫行山区的路，甲道路通走的信息。记者综合报道。好，观众朋友，咱来看吼，中兴公路因为1999年9日一大地震吼，为这个国关到德基的路段来派去吼，一直修理到2011年做一个便道的修理吼。不过，迄个时阵修理好势了后，互梨山地区吼，遐的居民来使用无为大众来开放。2018年开放公车来行吼。全线要通车，可能就要等到2023年到2025年哦。咱即马来详细看，中横即马的状况诶，咱看到即个草瓦色的是本地的路线，国关到梨山即个红色吼是歹去的路，即马要入去到梨山，就需要用替代的道路。咱看到即个空色的是为宜兰出发吼。入来到梨山，另外一个替代道路吼，是为台中这个柑仔色遮吼行到遮，爱接这个桥仔色的这条路，再过来到梨山吼，这是即卖的状况。咱来请教副总经理吼，亲像即款的状况，拄则讲可能爱加开4点钟吼，对游客来讲无方便，当这时对居民嘛足无方便的吼。即款的状况，咱看到讲全线要通车，可能爱2023到2025年才有可能啊。本地这个中型的这条路的经济效益，即摆已经较减嘛吼。即摆留落来应该是观光甲居民使用的这个效益，敢毋是？对，主要是安尼。但是我即摆看到讲路有可能伫2023年会通，这可能嘛是我即摆毋知这时间哪出来啦吼，可能较。有人可能希望这个时间会通啦。我只要看到有时间会通，这种总共的消息，对梨山当地人来讲，拢一定真欢喜的。无一般来讲，阮到目前为止，大家拢唔知影当时会行。哦。所以我们才讲，看到南横会行的时阵，哎呦，10多年会通呢，阮遮已经22年啊呢。是。哦，佮等下嘛，应该是讲唔知去拖偌久啦吼。那希望真正是迄个2、3年了，看到会使看到通车，当然大家感觉即嘛袂歹。无即摆你行路，你看这条路。对台中甲梨山明明是同一个所在，阮是台中市，但是阮对台中甲台中爱开3、4点钟呢。哦，我开车开到垦丁啊，还袂到台中呢。哦，那是比拼起来就是差遮济就对。对，就是一条路爱驶去，阮爱爬过合欢山，爬过武岭嘛，爱经过南投嘛，经过南投了，佮经过太鲁阁、花莲迄个秀林乡，佮驶入去，甲迄个大屿岭隧道，再驶入去梨山，所以驶一段足大轮的。哦，咱知影这个中型的修理的过程当中，国家一直有讲要维持生态吼，要互生态做一个恢复吼。针对这个考虑，咱知影梨山的居民吼，一直有一个反对的声吼，当地的看法到底是安怎？主要是大家认为讲，
中横这条路需要，因讲迄阵政府讲爱休养生息，好，啊那干那中横爱休养生息，啊人就唔免，啊我大家就想讲，因为遐人较少，哦啊遐人较少，问题是遐个公共的效果算全台湾算足强的，遐有两个农场嘛，武林甲福寿山农场，哦，啊遐公共客尤其佫算有济，哦，啊所以基本上伫当地来讲，就是迄两个农场较有生意了，其他规路拢无生意。阮梨山宾馆还未去进前，阮也未去遮做生意进前，规个梨山拢无啥物人嘛。是。所以你有当时讲无游客嘛，啊所以足侪店啊，当地人拢其实拢无生意嘛。是。哎呀，所以毋知讲这条路若通，对当地影响足大的，因为这条路有当未通，对有当因的人，阮梨山要去和平去和平共一个区内底哦。是。哦，要办一个代志，爱坐半工的时间。是。哦，迄个毋是4点钟会到的。本来30-40分钟会到，爱坐4-5点钟才有到迄个区公所办公。哦，安尼实在是足无方便吼。咱即摆请线顶是公路总局各管公务单的卢正安单长吼，来替咱解说一下，就是讲即摆中横的这个修复的状况是安怎？啊，未来通车，咱敢会当5万2023年就会当通车咧？是主持人好，还有有各位嘉宾大家好吼。目前阮这个路段吼，一天就是开3点钟，吼啊开3个班次，7点、12点到4点半，吼啊若是有重要的迄个节日、年假的时阵，就开5班，互民众来迄个返乡，吼啊是讲到迄个梨山蔬果旺季的时阵，会来开暗时6点半，有货运来行。就是讲这条路虽然风险阁真大。但是我嘛是一直开互大梨山的民众有当行这条路，毋是讲伊断去啊，是讲继续互行呢。是。吼。是。啊，目前这条路嘛是阁真侪灾害吼，因为1公里吼，每1公里一年内底才有60几届，就讲一年这条路24公里内底才有200-300届的石头落来。哦。哦。所以我哋继续来努力，就是讲，逐年咱政府拢伫逐即个路慢慢咧修复伊的状况，吼，包括197年到101年，迄当阵93年小阳，204年民都里过小阳升息嘛，吼。是。啊，再来甲民众伫咧真情了后，有考虑到吼，咱的迄个基本卫生通行，甲就医就学，吼，所以咱特别咧2008年有开始复建，吼，迄当阵开4.4亿来做民隧道达。落实高浅市区去做民隧道来防护，是哦啊，所以我到底迄个101年，就是2012年的时候，有条件来开放哦大梨山居民来行这条路。哦，团长，你拄则有讲到讲是落石头落真济吼，啊地基敢有问题？这个所在其实会甲南环淡薄仔较无共，就是讲这个所在是受九二地动，算地动，甲咱人骨头去拍一个。骨折共款，啊，伊个南环迄部分是种水咧冲，所以伊两个机制是无啥共的。啊，加上咱中环这边本身吼，伊个边坡较狭，啊较破碎，所以这边落石仔的情势，甲南环可能迄种用放的方式有淡薄仔无共安尼。是是。啊，即马还无法度全通，主要的考虑是啥咧？目前毋是讲无全通，咱是管制通行开着惊风险，吼，因为像。去年11月27号，吼，阮迄当阵开中巴嘛，伫20K 位去用坏着，伫德基这路段，吼，啊，搁来搁前一年嘛是捌有迄个，阮家己的车伫带路时嘛，捌去互石头仔坏着，也是讲民众有当咧通行，头前就保护者，帮个无预警的落实落来，所以这条路风险搁有，哦，所以这当阵咱搁无法度完全来开放哦，这个一般的民众来行，啊，但是嘛是有伫努力吼，咱伫2018年的时阵11月吼，但中断19年了后，咱有开放中巴，吼来互一般民众来坐中巴来行这条路。哦，吼，是，多谢团长吼。算讲是路有通啦，总是风险伤悬吼。咱即马来请教总工程师吼，伫修这个中型的时阵吼，敢有亲像团长安尼所讲的，都是石头落石头足济来致死伤亡的。这个中型甲这个南环吼，因为拢是通过这个中央山脉吼，
所以落实均衡拢相像。啊，中衡是因为921地震以后吼，是这个山较近嘛，拢松去啊，哦，所以边坡上边坡伊的土石拢松啊，是啊，若有台风有水来，伊就落来，哦，啊，所以即摆拢做足侪这个措施吼，尤其这个民隧道的这部分，若会使若加做一寡民隧道。互遮个地方会使通过吼，上介重要。所以主要讲，你路无一定爱标准，爱甲省道标准。我一再强调就是啥，你会使用便道的方式，互因会使进出，安尼上介重要。你也无一定爱大车巴士入来，吼，细只车会使入来，啊，那会使交通会通。那生意就会使来山安尼。江庭书拄则讲到这个明隧道吼，明隧道是啥物款的形式？甲观众朋友来解说一下。明隧道就是讲一般的隧道吼，就是讲你落去崩坑内底，你规个拢无看呀，都黑暗，拢黑暗嘛，啊，就看来利用内底的照明，利用内底的通风吼来做。啊，明隧道就讲，伊毋是伫山中安尼钻过。伊伫山壁边啊，你会使其实你会使开一个路，用 open cut 来开一个路。可是因为一直有落实，所以你哦，所以用一个天棚甲看起来，啊，你做一个庙条啊，做一个天棚安尼吼，啊，顶管做厝，顶管来落实落来，会使厝咧落去。哦，你的明隧道做好，你的顶啊吼，都爱去做一款。摕顶管的这个坡面吼，拢爱保护，所以通常讲有种蜘蛛人啊啥货哦，就是讲你做好，你就顶管你就爬去你迄边拢用好势，哦，慢慢用，啊，你车会使通嘛，会使一直你施工，啊，你个车会使安全的通过，所以明隧道这是一个真好的方法。哦，若是要降低中型的行车的风险吼，除了这个明隧道掠外，敢有别款的手路？你若讲要规条路要甲改线吼，迄问题足大啦。是，所以尽量是用原来的线吼，来改善那点啦。吼，啊，你标准无免要求甲省道啦。是，即摆看起来这山林的道路吼，因为阮公路局做北横、中横、南横。阮拄着的情形差不多，哦，所以阮也慢慢有经验啦，哦，利用这个讲便道的方式，哦，啊，你就一个信念，就是讲你唔通讲放咧，互伊拢无爱甲处理啦，哦，你尽量会使处理到一个程度，互这个老百姓会使出入，啊，这都是阮的责任。是，啊，若是做无够省道的标准，用便道，咱的观光客、游客敢会当去到山顶？当然会使啊，是，你免用迄大巴啊，你用中巴啦、吼小巴安尼会使入去啊。哦，便道就是，对，便道的标准，你当然你便道袂使讲。山林的迄个爬山路袂使，你一定爱互车行啦。是，哦，这上较重要。是，哦，咱请教副总经理吼，若是亲像总工程师安尼讲哦，用便道的方式吼，较细台的车会当入去，对这个亲像梨山宾馆的生理来讲，敢有啥物款的帮助，还是讲会互当地居民吼，会当会做做事啦，做观光的生理咧？当然，即马。梨山这条路，即马目前甲号名就叫做便道。是。啊，即马拄着问题就是，因为敢限当地人会使行尔，观光客一定是袂使的。是。啊，所以要行这条路，因为嘛，就咱讲迄个段长讲的，规路佫足侪石头，佫真侪危险，这我嘛会使感觉到，我嘛会使接受，大部分人拢会当接受啦吼。是。即来讲，迄个开放的时段，你若开放了，是毋是会使？譬如讲，咱的限量。莫讲要来人拢会使来嘛，咱限量嘛，逐工来登记嘛，比如讲登记100台，还是讲先限台中人先行，像台中人即摆来登记先行一段时间了再开放哦，大家来逐工来登记。是，啊，因为咱即摆限的车即摆变做干那限当地人会使行尔。对。啊，个限干那车会使行尔啦吼。啊，过来就是即摆较好一点嘛，有公车。是。吼，即摆公车一工开3班嘛，那路况正常一工开3班。是。啊，一工3班。一台车坐18个到20个左右，
哦。啊，因为车本来刚才18到20个尔，啊，佮分3个时段，所以有人坐车坐起哩，假设讲伊车上预约啦，啊用你要先登记，你要去登记了才坐巴士。那巴士坐起了，要落来咧，无一定有位，所以伊嘛大家要起哩嘛会惊。是。咱啊你起哩袂当落来，啊即摆要大倒位。啊，所以我讲这条路，若会使互因较方便，比如讲咱袂紧，咱共款管制，平拢爱管制，你无可能用开放的，因为这条路危险性较悬。但是咱管制了，咱会使数随比如讲偌济车，一天有偌济车去登记，你嘛是一种路山的一个许可嘛。啊，这算讲无共款的方式。但是这对当地一定来讲一定有帮助的。像阮即几工去梨山，你看，规个迄个本来是一个公共区，即马拄好咧做村仔地，即马去了，哇，那规路拢无人。哦。啊，当然即马因为疫情的关系无人，阮有当时会使接受啦吼，给勉强。但是当你看即摆4、5月即个飞机，梨山有一寡迄个订购会创啥，即马去看的人，即马人无倒去看。是。啊，就感觉小可有拍算一点嘛。哦。咱讲真实际的问题吼，副总经理你来上节目吼，为这个梨山宾馆落来到平地，差不多开偌济时间？哦，正常阮落来3、4点钟，这个是基本的啦，3、4点钟一抓是正常的。是。阮对梨山落来到台中市区，3、4点钟。但是因为梨山这地点算台湾算特殊的所在，伊去花莲嘛才3、4点钟，伊去台北嘛才3、4点钟。哦。所以我是讲梨山这个点算台湾的中心点，咱号一个名叫台湾上中心的所在，是台湾的中心点。那台湾的中心点路袂通，我就感觉硬摇无声，感觉耐使，咱就想讲要哪有通的啊？我想讲政府机关大概斗3工看，啊，这条路台湾的中心点袂通，你愈看愈奇怪。是，哪会通？不是足好的。是。就咱讲苏院长讲的，这条是回家的道路嘛？不是回家的道路呢，这条应该算台湾发展的道路。对。我们在看有时候在些，去看是安尼啦。是。好，咱过来请教总工程师吼，这个在修路的时阵吼，有时阵会拄到这个道路的跨度不足的问题吼。啊，你拄则所讲的，就是便道甲省道，若是用便道方式吼，敢会当亲像副总经理讲的，就是一段时间可能敢若会当入来，啊一段时间敢会当出去，用安尼来解决迄个路面的跨度无够的问题。这主要毋是路面的跨度无够。主要就是讲，伊遐有落石吼，足危险啦。所以你若讲车辆来回足济的时阵，你的和落石击中的几率就悬。哦，你就公共安全无顾虑到了。是。所以这个方面是安尼。所以阮即摆想，在阮公路局的立场吼，阮一定爱，互伊慢慢，互伊安全。你安全就是讲。你的这个民隧道，甲修较长呢，吼啊做较济咧无紧，吼你唔通讲这因为这个落实拢是民隧道乡头，啊佫会落实，你若伫民隧道内底拢安全，是啊民隧道外口你会使继续甲延长，吼这若有经费用民隧道延长边坡甲继续甲改善，是吼。利用边坡改善的时阵呢，边坡直升啊、改善啊，这个拢无影响到这个通行啦。是，所以利用这个方法哈，慢慢来，互这个通行的时间有较长安尼。伫工程面顶吼，这款明隧道，长度敢有限制，还是讲你会当一直加？无，拢无限制。拢无限制。是，所以就是一般来讲，你若有落石所在。我感觉危险，我就做一个民隧道，啊，做一个啊，中迄个棚有淡薄有落石，是啊，若迄个棚是边坡较好的所在，我就甲棚留棚。哦，若讲迄个落石有若发生啊，阮迄个棚网甲留连起来。是哦。是，就是会当用这款方式，互降低这个中型的风险。对。哦，好，最后咱来搁请教副总经理吼，对这个中型要通车即马看起来是2023到2025吼，若是徛一个业者的角度，你对政府还是讲对公路局有啥物款的期待？还是讲建议？当然这条路已经休真久啊，那会使通，相信当地人。真侪人拢一定咧期待，毕竟这条路
对台湾真侪人来讲，真侪人拢去过武林，去过福寿山。是。哦，即侪人去过这个所在，但大家拢知影讲，这条路停足久的啊。所以若会使通，我相信台湾真侪人拢会想要来行这条路。哦。因为这条路风景其实甲南洋同款，平平拢有真水的山景。是。只讲伊路细条，路中伊无法度停。哦。但是伊若通，我相信对当地来讲，对一般民众来讲。对即马无得出国，哦，想要大家行来山顶，这方便个，更方便啊。所以期待啦，真正是期待，互台中、互台湾会使紧的路拢互通。是，多谢现场甲线顶的来宾，咱台湾新港界后礼拜一再会。